能多。老脑带上脑了，那怎么经常让那么好喝？看着高家都当那怎么经常让那么，哦呀讲那么老，头也跟了一叫了哩，只干那让，操你带上脑了啦，只干也跟了哩，只干脑了，一脑就有讲了，看高这大汉脑也跟了路，哎呀多年哦，都的包，家我们他这些南村的那老，他在那都在那头5、6年，我说老些这口子大就不能让了吗？那这个都你不要让那个没要么还好。我知道绕这要去要跑的啊！哎呦，家的我了，俺都他上面去，没讲至少能带完啊！我得讲人家说他对我们就我还要保一完呀，有人还要那寻到就好，哈。哎，我问大姐呢，为谁我来这个二嫂他家？我问大姐我今天我没多。